闽南语连续剧大下厝。阿好兄，你为着我忍受遐济委屈，这份温情，我是要来报答的。文玲啊，你莫定讲报答啦，莫定讲温情，你安一直讲吼，讲到我家己煞会歹势。即马上要紧的吼，就是头家目睭会当医好吼，安尼上欢喜的啦，对毋？啊，莫哭啊啦，莫哭啦。阿好兄，我无在讲，我是在感动，是在欢喜。我感动的是，坚强有你这位好兄弟，在失意的时阵，会当这样关心你，帮助你。我欢喜的是，我的囝以后有人通来照顾。这一切都是阿好兄你予因的。假使有一天，我能当到我的囝手里，我一定会甲伊讲，在这世上，除了伊阿爸阿母以外，也有一个对伊温情较大天的人，迄个人就是阿好兄弟。温情较大天，啥物报答咯？你若要报答，要温情较大天哦，找阮阿公，迄阮阿公甲我讲的，讲叫做吼，君子施温不忘报。啊，搁再讲吼，啊，你参阮头家的囝，就敢若袂输我的亲生囝咧。啊，我照顾伊都应该啊。啊，你莫一直讲报答啦，莫一直讲一直温情啦，哈。阿好兄，你做人都是这样好，好噶，都是我甲你讲100个多谢，1000个多谢，拢也阁无够。文兄，咱讲实的啦，我实在毋是仰望讲你会当来感谢我，上主要的是讲吼，你会当啊，彩云咯，毋知精神啊袂，咱来甲讲卖，行行行，行啦行啦行啦。翠香，多谢你。虽然讲美国不是你的亲生查某囝，你为着要保护伊，你牺牲你家己的心。翠香，你做你放心，为着美国，我一定勇敢活落去。好，我该请用他。美国，你一世人一定爱会记得他们这个世界上该疼惜你的名叫做丁水生。你一世人拢爱会记，一定爱会记。彩云啊，彩云啊，文英，你莫烦恼啊啦，吼，最先都无法度派人拄着啊吼，你搁头嘛无路用，阮阿公讲吼，顾生无顾死，即嘛上主要的吼，得你身体顾好，无你若袂堪你吼，若倒咧，你可能是啥物人要照顾啦。好，文英，你做放心，为着美国，我一定勇敢活落去。才有这样，会当听到你安尼讲，我实在足欢喜的。哇，赞！一年365天，拄我今日上好康，不能你气消啊！彩云哦，心肝头看甲开啊，嘿，赞！中昼哦，我请先去食饭，咱哦沿暗食一仔青草咧，我较等下来传猪脚面线，解阮一下，哼。我客气哦，来甲恁博啦哈！我有你给了这里面过了这，我今仔是哦来赢钱、来赚钱的哈！来，对，好来，失败啦！哈！好赢，好
啥？你想要创啥？我要甲你搏，哎，阮这是博足大的呢，你敢有迄个查条甲阮博啊？我无要搏钱，那你博啥？搏你落地啊物件。你是啥？你哪知啊？你免管我是啥，我问你，你敢有？就算我敢博啦，你要客啥甲我博啊？用我这支手甲你搏。淑婷啊，医生也甲我看过啊，药仔嘛甲我抹，我目睭也无较好啦。建昌啊，哪有遐尼紧啊？你的目睭吼失明遐尼久啊，哪有可能讲我一两摆药仔就会好？你也较有耐心的吼。阿福实在对我真好啦。伊请遮尔好的医生来甲我治疗，我绝对袂使辜负伊啦。我的目睭一定要紧好起来。淑婷啊，你要照时间甲我抹药啊，吼。建昌，你的目睭会好啊袂好，敢有遐尼重要？你敢无感觉讲咱即摆安尼真好啊？只毋过，我的目睭若继续咧青霉，那呢我会拖累着你啊，嘛拖累着等家大细细啊。自从我失明了后，我才知影讲目睭看会到物件是遐尼宝贵。淑婷，假使我的目睭若好起来，我都有真侪代志要去做，要去完成。你要做的代志内底，敢有包括我啊？建昌，我感觉足矛盾的。有当时啊，我足希望你目睭拢莫好起来。淑婷，你哪安尼讲啊？建昌，我当然希望你目睭会当好起来，安尼你就免用手底下无物件。也毋过，我即件爱讲，你的目睭若真正好起来，你就想起以前所有的代志，想起以前的我，连我恐惊永远都无机会，会当我靠在你的身躯边啊。建昌，我就想要做你的目睭，因为安尼，咱心内所想的。目睭所看的，拢是同款的。建昌，你敢知影？我真正就爱你。我花希望伫这间大衙厝，伫这间房间，这顶眠床，只有你甲我。这嘛是一个做某的人上有人，敢毋是？淑婷，这段时间，你为着我，你吃真侪苦。其实啊，我心肝来做唔甘。赞！
这小酒真正赞！哎，我甲恁讲哦，一年365天，拄我惊。你那里上好康？你哪知啊？阿好兄，你已经讲几啊遍啊？讲咩啊？我讲几啊遍啊？是讲哦，阮阿公讲哦，一年365天唔是，姑娘阮阿公讲啥啊？阿好兄，你若讲啥，我来知啦。晓，你唔知啊？总讲一句哦，我今日哦上欢喜，我即摆是正牌阿豪啊！我唔免搁做水星啊！我真正欢喜，我互水星害到啊！即摆莫搁讲这啊啦。母娘，无要紧啦。这段时间我甲恁制作真侪麻烦，实在是真歹势。莫安尼讲啦。尤其是阿豪啊，嘉文啊，你莫讲个啦，三八子话啊讲，反正哦，我今日真欢喜，我看到你安尼清醒。安尼行着哦，我替你真欢喜，嘛替美观真欢喜。今日咱食一个较青草的，你莫爽，庆祝一个。若明仔载哦，日头为东边出来哦，就是咱要发展，就是咱要重新开始的时阵。这面搭要准啥？2年多，我就要甲开好变大餐厅，赚大钱，对不？来，母娘。我敬，阿好，来，我敬你。那这我无烧酒，你分我一束。来，我来，听无？你去杯恁两个啉，我来甲西亚拼者。我去，等我啊，烧酒袂用甲你摸你哦，我要杯哦。母娘，这段日子拢是你咧照顾美观，我实在唔知影怎感谢你才好。彩云姐啊，我伫将你当作是我的亲阿姊，我的亲人，你就莫甲我遮客气啊啦。你真正是我的好姊妹啊！母娘，有一件代志，你一定要答应我。彩云姐啊，不管什么代志，我拢会答应你。万一我有一天发生什么意外，你一定要我替我照顾美观，好无？彩云姐啊，你还讲这种歹结条的话啦？文玲，你免那紧张啦，我是讲万一，你一定要答应我，好无？彩云姐啊，遐尔艰苦的日子，你都拢度过啊！我相信以后你甲美观一定会过得真好，真顺利。文玲，多谢你。我想讲，我要入来看美观。阿豪今仔心情袂歹呢，你着陪加啉2杯啊？彩云姐啊，阿福兄嘛已经啉到差不多啊，我甲你斗阵入来看美观啦，吼。你还是坐咧遮吼，陪开讲一下，好无？彩云姐啊，你在想啥？我知影。也毋过，我甲阿福兄无可能啦，我甲你斗阵入来看美观。要想你唔知，迄西啊，透过风偌久无听啊！来，妹妹，蔡文啊，做人较袂甜，阿好啊，较好啉，阿少，感觉有烧酒，阿要啉，我遮多，你你平常啊，无人甲我相亲，我甲你拼，好，转，超唔要得啊！大家想我呢，冇行山冇。
回小主啊！回小主！阮一直想要提